现代第一版圣经使徒行传第4章。彼得甲约翰对群众伫讲话的时，有祭司、圣殿的守卫官甲撒都该派的人来，因非常受气，因为这两个使徒的确是证人，根据耶稣的告话宣讲死人告话的事。因就掠这两个使徒，甲因拘留到隔日，因为天已经暗。听到信息的真侪人信，查甫人的人数差不多有5000。隔日，犹太人的领袖、长老甲经学教师聚集伫耶路撒冷。大祭司亚那甲该亚法、约翰、亚历山大甲大祭司的家族嘛拢伫遐。因叫使徒来，徛伫因中间，问讲：恁靠什么权能，奉什么名做即项代志？迄时，彼得受圣神充满，应讲：各位民间的领袖甲长老，阮今仔日若是为着互即个骹歹的人得到医好，即项好事受查问。恁大家甲所有以色列人拢着知，这人完全勇行，徛伫恁面前，是靠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。这位耶稣，恁甲伊钉十字架，毋过上帝互伊对死人中告活。伊就是圣经所讲，恁遮的起厝师傅所去杀的迹，已经成做上重要的奇迹。耶稣以外拢无拯救，因为伫天下人间，上帝无赐别个名，互咱通倚靠来得救。议会的议员看到彼得甲约翰遐尼勇敢，知因是无读册的普通人，就真着惊，搁认得因捌甲耶稣做伙，嘛看到迄个得到医好的人徛伫因身边，就无话通反驳。议员就叫因离开议会，然后参详，讲：咱着安怎来对付遮个人？因所行即个奇异的神迹，住伫耶路撒冷的人拢知，咱无法度否认。毋过，为着要避免即个代志伫民间哪传哪扩，咱着警告因对什么人都毋通搁奉耶稣的名讲论。后来，因叫迄两个使徒来，命令因袂用得搁奉耶稣的名讲论，也是教示。毋过，彼得甲约翰应讲：听趁恁接着，也是听趁上帝接着，伫上帝面前，恁家己判断。阮所看到、所听到的，袂当无讲。遐个议员毋知着安怎甲因处罚，就严严甲因警告，了后放因去，因为民众拢伫为着所发生的代志归荣光互上帝。对这个神迹得到医好，迄人已经40外岁。彼得甲约翰受透放，就倒去东坡遐，将祭司长甲长老甲因讲的话，拢对因报告。因听了就同心，大声对上帝祈祷讲：创造天地海甲其中万物的主宰，你捌通过圣神，用你的仆人，阮的祖先大笔的喙讲，外邦是安怎喊法，万民是安怎计无无效果的事。地上的君王拢排阵要交战，统治者联合起来，要攻击主甲伊选立的基督。希律甲邦修比拉多
果然伫即个城内，甲外邦人以及以色列人联合来攻击你所选立圣的仆人耶稣。因自责要做你的权能，甲你的旨意有定会发生一切的事。但主啊，因得甲阮恐吓，求你监察，互你的仆人搁较有勇气，通宣讲你的信息。求你伸手医治，搁通过你圣的仆人耶稣的名，互阮行新约奇事。基督说，聚会的所在约旦，因拢受圣神充满，勇敢宣讲上帝的信息。全体信徒拢同心合意，无一人讲伊的财物是家己的，所有的物件公家用。使徒用大能力见证主耶稣的国活，众人拢得到大恩典。因中间无人有欠客，因为有残垣厝体的人拢卖出去，所得到的钱摕来交互使徒，照逐个人的需要分配。有一个出世伫塞浦路斯的利未人约瑟，使徒甲伊叫做巴拿巴，意思就是安慰者。伊卖家己的残垣钱摕来交互使徒，